雨的泉边，闻着阵阵的花香味。爱情总是予人痴迷，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，咸酸苦涩拢无怨猜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仔亏欠，因为我知影咱真正无同。你是我上纯情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忘。对你的思念掺着淡薄仔感慨，若爱情是幸福的所在，爱情是幸福的所在。这是我的后生，这是我的后生，为了一个心男，竟然安尼来对待我。有影真过分，嘛真离谱啦！阿柯倩啊，这个囡仔是来到这阵啊，我万不看有这款面相，根本袂认得咧。我嘛袂认得啊。我的柯倩本来是一个做温顺、做友好的囡仔，伊虽然对我安尼大声声，我看伊安尼毁了我闺蜜，伊敢知我这个做老母的有偌唔甘有偌艰苦无？伊竟然来误去我。小姐，莫哭啦。红我也抓袂掉，剑嘛要放手去啊！代志是安怎变成安尼？我用我一世人的爱，我一世人安尼来照顾伊，来爱伊，伊为了这个心男安尼来伤我的心啊！唔通搁哭啦，吼！讲的吼是上可恶，就是你哭如愿啦。人走都走就好啊，别两个死眼来甲咱糟蹋啦，伊上可恶啦，吼！阿哥无生，你看到阿妈，也无生好亲像是咧听家己的孙家看无？伊听应该是我巴肚内一个金孙的。都对嘛，啊是讲哦，讲才你讲啦。老干嘛伤爱面子，像你看这款带水的家庭哦，人想都想袂离啊，无代无志带来咱厝大。你看代志一层过一层啦，这两个死囝若无甲付出去哦，一定搁出代志啦。无可能，你会坚持爱因两个留在咱老家？啊，话免讲伤早啦，那我哦看出来，这两个哦早晚会搁出代志啦，无你甲等看卖啦。出什么代志？小姐，啊你无听人讲，好事不断，歹事不停啦。啊那咱哦，才想点脑筋，甲变一下好代志，互因这两个去出。谢谢。
恁转来啊？妈，阿姨，啊，敢食饭啊？啥过啊啦？老太太，阮小姐功课拢食袂落呢，是我伫咧遐囥哦，勉强有食一撮啦。无使，来过来，阿嬷食者。阿芬啊，你看博山伫学校发生严重的问题，老师无关心甲无照顾，这是老师的毋对。啊，你伫阮这个家庭受到足侪委屈，啊，规身躯全伤，你也毋敢讲一声，这是阮的责任。阮这个家庭袂当互你真侪倚靠甲支持，阿嬷对你实在真歹势，也嘛对不起你妈妈。阿妈，是我无乖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阿妈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，千万唔通安尼讲。我嘛有毋对啦，我是看到课签毁了我规面，我就毋甘的，我毋才会发脾气。恁大拢知影讲，我无去一个后生啊，嘛无法度搁再生，所以即马课签对我来讲是足重要的。妈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紧起来啦！你安尼是从伢戆囡仔，你紧起来啦！妈，对不起。好啦好啦，咱人吼相骂拢无好话，啊代志过去就好啊，哦安尼毋才有生一家伙仔人，啊。听袂？袂听。新兰，叔叔甲你讲两句话好无？嗯。来，新兰，叔叔知影讲你甲博山伫遮受着真大的委屈，叔叔伫遮先甲你负一个失礼。但是请你要了解阿姨的心情，这段时间恁暂时较忍耐咧。阿姨的人其实真好啦，斗阵久恁就知影，这你放心住落来，叔叔甲恁爸爸妈妈进读册迄阵，就是上好上亲的同学朋友，尤其是恁妈妈，伊是一个真好的人。信兰啊，其实你的个性真侪所在，甲恁妈妈拢真像呢。废地吼，你甲博山以后就甲遮当作是你家己的厝。若是有啥物需要，也是有啥物委屈，这你甲叔叔讲，唔通客气哦。多谢阿姐。时间无早，较早困哦。晚安。晚安。小时候咧哭的时阵，食到目屎咸咸，阿嬷就会叫我食糖仔。过无偌久，你会感觉到我好足多啊。
多谢你。先免甲我说多谢。这粒汤啊，我无法度保证一定甜的哦，因为这内底有4种口味，分别就是初恋、热恋、单恋，还有失恋。有这种汤啊？食看卖啊！我爱是养乐多。哎呦，我食到的是苦茶糖啦！阿姨，我求你，拜托你较细声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这是阮兜呢，我爱偌大声，我就偌大声啦。安怎？你叫是讲我来甲你好好的哦？阿姨，我知影我对不起你，你知影你对不起我就好啊啦。你住喺我老家，你敢若会用2款想法，就是赎罪甲报恩，其他你拢免拿孝心。阿姨，我。我真清楚我家己的责任跟义务。那安尼你是安怎要挑拨离间？我无啊。有无？你比我搁较清楚。你就是讲，干那你会晓做双面刀鬼，我嘛袂输你啦。今仔日算你赢啦。以后你若是搁住喺客厅，甲你话面头前乌白驶弄，你就来试看卖。有人捌安尼讲过，因为有期待，所以一切拢会去忍耐。这就是我今摆的心境写照。有当时啊，我停止思考，停止感觉，比以前更较拼性命伫咧做家事。目前的一切，我愿意忍耐，只是为着要期待未来。唯一感觉安慰的是，阿荣受到应有的惩罚，去用记过退学，因弟弟阿坤嘛较安分，日子总算是较平静啊。我无咧创啥。哦，下摆甲伊做的便当菜无好，头来去先的哦。我无啦，这是我甲博山的便当，
课签呢，还搁伫冰箱内底。干嘛呢？毋是你家己去看啊？你放心，我只是将我的菜加热一寡互博生，我袂去当课签的便当啦。迄是我日来早的，啊无哦，恁来变啥鬼咧？小姐，啊你无咧困哪会倒的啦？我检查一遍，哎，我拄则已经看过啊。我看一遍。什么？哦，一望年来都变鬼变怪，你若这里袂见笑啊？我是目睭了看了，才袂见小走啦。起来。你是毋是咧教伊课签？课签这个囡仔心地最善良的，伊喜欢照顾别人，对任何人都一样。你千万唔通想伤这呢。我知影，我不会。你不会，要若无你也通爱你安怎讲？我叫恁刘叔才找伊啊，伊心内想的拢是别人，迄个袂见笑的人，就是恁老母如月。你要哪会安尼讲我妈妈？安怎？我就是要讲，你敢出来？我家己最清楚，恁刘叔会错我，是因为我后头做有钱。我就是讲，我只要付出我所有的爱，一定要回心转意来爱我。想要到这多年来，伊就是无法度来拥抱。也是恁老母厉害啦，唔知用什么手段，恁刘叔就是无法度来遐，互伊才放袂记的。今仔日恁兜的死数，这就是报应。我好心，让你甲博山这次来舞蹈团，也你咧，你做甲恁老母同款，唔知影见笑，唔知影报恩，害我失去做一个查某人的资格。还是我不倒来你的囡仔，即摆连我的规个后生你也要拿手去。你若要听清楚，今仔日这种情形，若是搁再发生，我要你死个才歹看。我讲的话。你爱记好条，要若无，连博山都有代志。妈早。早，小姐，来学我早。嘿啊。阿姨早。早，阿姨早。吴嫂啊，早顿有传较青草，较营养的无？哇，你看，哈，足青草的。有就好，有就好。欣然啊，你安尼瘦边巴吼，唔通学人咧减肥哦，唔好哦。爱记早顿上营养，爱加食一寡，知无？小姐，我来买菜。买菜是？哈。来，我摕
找钱哦，吼，这钱咋？今日摕遮济哦，无咧，等下稍等才还你啦。卖啦，逐工安尼走来走去，摕来摕去，足麻烦的啦。从今日开始吼，我拢会放1000块。放在遮啦，吼，走转来的钱嘛拢放在遮啦，吼，安尼我知啦，知吼，我来买菜哦。谢你呢。好。好了，各位同学，您即摆会使散开，去选你家己要写生的主题。哎，你也看一下，有好看无？袂歹吼。我要来这边。这边哦，都爱安尼啦。我需要互你画歹记啊啦，你哪安尼啦？你着记啦，我换一个。哒。那个是一片空白。特别若是上画画课哦，我的头壳都痛到要死，当然嘛一片空白啊。那个头疼啊，我来教你。来，手伸出来，安尼。画图就亲像翕相同款，爱先取景，对这框框看出去，一直看到你上喜意的，安尼就好啊。好，就是这。确定啊吼？爱用力盯着10秒钟哦。啊，你就会啊？啊，你就永远都会记哦？不是啦，你来这听话啊。你哪变甲这么坏？一定是甲陈志健学的，偷养。我来教你画图。来，选好景了后呢，就会当先画一个草稿，慢慢啊。轻轻的，画一个大概就会使。你手变粗啊呢？假使做做啊吼？够遐明显？骗你的啦！无甲你留话，你要来承认？是有嫂叫你做吼？无啦，其实以前伫咧厝的，我嘛常常甲我妈斗做家事，做这点仔代志无算啥啦。有时阵伊是凊彩讲的。你免想过在意啊！我妈10岁时阵，阮外妈就请伊来照顾阮妈妈，对细汉照顾到大汉，所以因感情足好的。我知影，伊嘛真为好恁兜。好啊好啊，我是想要甲你讲，唔好伤委屈家己，因为有人会唔甘哦。你是讲阿妈甲阿姐哦？还有我啊。有时阵画伤久，目睭会火气，拢唔知影家己咧画啥物。假使若感觉无确定，就搁比一摆看看，倒手招一个好无？哦。手会酸呢。我了准你还搁咧看。我就是你还搁咧看。那咱继续画好无？哎呀，伊来啊！害我这样退学。是囡仔，真久无看的哈。听讲你最近过得袂歹呢，有啊，我逐工有吃有喝呢。你
你去做了尾啊，害我叫人退学，无要紧啊，我真大方啦。即摆阮兄弟无啥钱啊，摕一寡钱来开啊。钱啥来啦？我无钱，想要走哦？摕钱来开啦，有听我无？无钱啊！无钱，敲！死囡仔去做了尾啊，害我叫人退学。即摆恁爸无钱啊啦，摕一寡钱出来，互恁爸开啦。为着你欠我的，嘛是欠阮兜的啦。明仔载摕500来孝敬孝敬，有听无？500你嫌伤多毋？为着即摆恁爸有闲啦。你如果若唔摕出来哦，看谁会起笑，有听无？你唔通逼我真正摕袂出来。死囡仔，为着老家真有钱嘛，动脑筋啦。哎，500会记啊？呀。姐，姐，什么代志？无啦。你是安怎啦？来，你讲，发生什么代志？紧甲我讲。好，我问你啊，你敢有介意住在遮？你无讲过咱两个爱相依为命，什么人咱袂去骗相的？其实，我嘛无介意住在遮。好，安尼我讲问你，你敢会当趁钱？趁钱？你问我这要创啥？你想卖过来回答我啦。我想应该会用的啦。即摆外口有足侪成衣工厂、电子工厂，因敢若拢会用女工呢。那真是嘞。哎，刷落来，你是毋是要问我讲，咱是毋是会当搬出去住，自力更生？敢会用的？当然嘛袂用的。姐姐知影你住在遮，住了袂惯势，阁无欢喜。要毋过你想看觅啊，伫迄遮，阿嬷、阿姐，啊，阁有柯千，因拢对咱足好的啊。即摆连碧芬阿姨嘛对咱真好，你讲对无？好啦，我知影你心肝内咧想啥。其实，姐姐甲你同款，我嘛足希望会用有一个家己的厝。咱踮咧厝内面，若是想要笑的时阵，就用个大声笑；想要哭就哭。但是，你爱互姐姐一点仔时间啊。要毋过你讲你即摆用去趁钱啊？我只是做一个假设啦。好，若准讲咱即马就搬出去住，搬去打工。要毋过，假使我趁的钱，敢若有够我家己一个人用，安尼变安怎？敢讲叫你莫去读书，去做童工哦？就算讲是安尼，我嘛愿意。你莫安尼嘛，搁啉奶一个好无？上无嘛，互姐姐摕到高中文凭，安尼我较有把握啊。好啦，乖，你笑一下我看。你就乖，紧去写功课，紧。是囡仔，嘿，啊，阮兄弟爱钱咧，摕来啊！你是要创啥？将钱摕来啦！你收到等于要创啥呀？啊？你是活了你先啊，是毋是啦？紧摕来啦！嘿，你在创啥？这是阮的钱呢，摕来啦！以后每礼拜拢要摕一来分开啦，知无？
算你上路。你想要创啥？你想要欺负阮弟弟是无？等来，你莫走！你是毋是欺负阮弟弟？是毋是？我甲恁讲哦，你若搁敢欺负阮弟弟，我一定要甲老师讲，你啥物走袂去。姐，博山，你讲，你到底还偌济钱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你紧讲500。500？你哪有遐尔多钱？李博山，你紧讲！我偷地啊！我对阿姨咧头发内面偷地，会使袂？我怀疑伊头头欺负你，我就甲偷地钱，安怎？我唔惊，上会甲咱赶出去啦。医生嘛有讲过啊，你根本就无甲伊食，伊安尼互伊欺负，拢是为了我袂安尼。博山，这是两回事，你敢知影？你袂用因为你家己生气，想要报复，就去做唔对的代志啊！你想讲你偷摕阿姨的钱，就是打击他吗？你唔对啊！你打击的人是啥？你打击的人是你家己呢？你打击的是你身躯边所有爱护你、甲关心你的人。你敢知影？行，这你要做啥啦？阿姨要创啥？等伊摕存折，奖金还有阿姨啊！行啦！我爱你知影，家己做唔对的代志，都要家己负责。等下咱再去找阿妈。吼，我听着吼，想要偷地钱吼？不是，我是来还钱的。还钱，趁人唔知向钱哦，迄无准算啦。我知咯，你是我后摆哦，趁大家拢无伫的时阵，过来偷地钱，贼仔囡仔你。啊，真强哦！后壁搁一个大姐你干。吴嫂，博山这边是一时糊涂，我保证伊后摆唔敢啦。暗时啊，阮会去甲阿嬷解说。哦，真牛哦！饲鸟鼠夹布袋，搁还叫阿嬷出来互你靠。好，我正在咧甲阿嬷讲，讲你贼仔囡仔。莫甲阿嬷讲，博山，不准你甲阿嬷讲。哎呦，哎呦！听着骨头一支煞一位啦，说你的啦，哦，大家戆沙沙。甲吴嫂讲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较大声的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就算煞了。我这老命啊，想要互你报销去。自从你家己啊两个来到这间厝，害人这间厝规工互你冤家，毋是干那安尼哦。你这唔正囡仔，规工都唔甲好讲相拍冤家出代志。即马搁来偷摕钱啊！钱是摕无尔，搁会拍人哦！够可呢！迄是家大位小姐太有量了。若我哦无遐好心哦，甲你送去少年组管训，若无哦看出出来，以后大汉哦已经替人放火着会。唔正囡仔。阿妈、阿姐、阿姨、吴嫂，真是的。我知影这边是阮唔对，也毋过博山伊还阁较细汉，敢袂用请恁阁互这边机会。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管教伊。好啊好啊，紧起来啊！起来。妈，你安尼为博山是会害伊的呢，以后毋知阁会做出啥物歹代志。既然咱无在调管伊，就要送去管训，互别人好好来管教。阿芬啊，囡仔人爱算做毋着代志尔嘛。敢有需要送去管训遮尔严重的吼啦？无你爱我安怎？吴嫂是咱兜的人呢，去互一个囡仔欺负甲安尼，你爱我定点点哦？就算我准拄煞好啊啦。遮尔细汉就知影甲人相拍偷摕钱，啥物歹代志拢做会出来。我是无这个福气吼，管教这个囡仔啦。你敢讲两句，我会处理啦。好啊好啊，你若当作我是大人，听我讲一下。
新啊，博山，你有听到吼？恁阿姨讲的足有道理的哦。如果讲若无好好教育你，将来恁若出代志，这种罪名阮承担袂起。假使讲若要好好甲恁教育，互恁成功，这个责任甲压力是真大。念伫博山，你是头一摆做毋对，也毋过你爱会记，以后毋通搁做啊，知影无？谢谢阿妈。谢谢阿妈。博山啊，若知影家己毋对，就爱改过来哈。安尼咱人才会进步，知影吼？是阿姐。因为五嫂伊四过去共讲，即马博山，大家拢认为是一个歹囡仔，是问题少年。阿姨即马对阮家弟啊，会用讲是视若无睹，而且嘛常常对阮冷言冷语，也博山嘛变甲愈来愈忧郁啊。伊甲身躯边的同学拢无法度相处，成绩嘛是一落千丈。我真是足烦恼。阳光依然天天普照，也毋过博山心肝内的黑暗死角，就是一天一天伫咧扩大。偌济？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收入敢若是博山的呢？啊，我破产啊啦！博山变做大富翁啊呢！嘿啊，即马所有地甲厝拢博山呢，博山你就搞安呢？嘿啊，咱搁定来一遍呐！来，爸。阿姐。柯天啊，你先去找阿嬷一下，爸爸甲新娘甲博山有代志要讲，阿无关系。哦。大富翁，来，爱国奖、县府奖。阿姐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？哦，叔叔有一个真好的朋友，伊住伫日本，经济环境真好啦。但是伊甲因太太吼，却一直拢袂生呢，所以因真想要收养一个囡仔，尤其是查甫囡仔。你先莫遐尼紧张啦，听叔叔先甲话讲煞。这哪有啥物通好讲的？你讲了已经足清楚啊！你的意思就是要将博山互因领养，对无？当然爱先经过恁的同意啊。我袂同意，博山嘛袂同意。我袂同意。恁较理智的啦，恁爱知影哦，以博山即摆成绩，若是留伫即摆的学校，伊绝对对人袂得啦。叔叔四过咧替伊走走。搁较好，搁较贵的学校拢唔肯收留伊。若是送伊去较差的学校，情形会愈来愈害呢。我不管，规定唔管安怎，我甲博山拢袂分开。行。新来，新来啊！新来，新来啊！新兰啊，你安尼做对博山并无好，你知影无？你甲绑伫身躯边哦，继续留伫这个环境，绝对甲害着啦。新兰啊，叔叔袂甲恁害啦。叔叔已经甲对方毋知通偌济长途电话啊呢。因真正是诚心诚意的啦，因嘛有答应，因会专心专意来对待博山啦。因一个是医生，一个是律师呢。你做姐姐，替恁弟弟想看嘛，好好想清楚啦。以因的条件，不管是在生活上、经济上，甚至是医疗的方面，博山拢会当得到真好的照顾，敢毋是咧？你莫讲啊！你莫阁讲啊！我这伊袂听，伊袂听啦！爸，你哪当听算因姐弟俩？你安尼足残忍的呢？残忍？你知影啥物叫做残忍无？因爸母甲放煞做因家己去的时阵，迄叫做残忍。恁爸爸伫外口去找遐老师、遐校长，甲因拜托，甲因顾正。
无人要插木甲我拒绝的时阵，迄号做残忍。火山即摆已经互现实的社会已经放弃啊，我无甲放弃呢，我尽量咧想办法，找一个条件比我较好，更较有能力的人来救你，知影无？残忍。 我已经接受主啊！你是要我安怎？要我安怎嘛？火山，我讲我无主动头，我讲我来去做头工，为着什么话拢会使，只要咱卖有鬼。你讲你嘛是安尼想的啊？你讲啊！你紧讲啊！姐，你紧讲啊！姐姐，什么人拢袂甲我有鬼，什么人拢袂当甲我有鬼。 什么人拢袂当甲咱有鬼啊！对。阿妈、阿健、阿姨、柯倩，对不起，我们走了。恁受了阮家弟的温情，阮永远都袂记的。希望将来有一天，阮有能力会当回来报答你。 阮不告而别，不是抗议，嘛无怨恨，只是因为不忍分离。我甲弟弟已经一无所有，敢若剩下彼此，所以请你原谅阮。阮必须要选择相依为命，离家出走。离家出走啊？去啊啦去啊啦！伊的个性哦，一定一去不回头啦。是要安怎啦？安尼毋就死定啊！因两个家底啊，什么物件拢无呢？会走去倒？会去倒位啊？伊是要安怎生活啦？ 安尼有较好无？可恶，烂东西、坏东西，气死我！火山，莫阁拍啦，无暖气就无暖气嘛，刷刷起来好不好？要毋过你惊寒，身体阁无爽快啊！安尼你也唔紧过来，来。哦。有较好无？好真济啊！姐，你的面就苍白，你无代志吼？傻瓜，这边哪会无代志？这只是伤忝啊，困者就好啊啦。姐，咱咧钱会当用偌久哈？我在想，大概会用搁再冻一礼拜啦。也毋过你放心，这几工啊。 这一定会当找到头路。若是找到头路了后，咱就用租一间细间房间，到时阵咱就会当安定落来。然后再想办法，互你继续读书，安尼好无？好，这你放心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听你的话，我袂讲去甲人冤家相拍的。好，安尼为今仔日开始。 咱两个人都要一起加油，一起努力，好不好？爱甲心肝底依背，一句甜蜜的恋爱话。哎呀，新来啦，你有发力无？爱斗相共无？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家己较细腻哈。
护士阿姨，护士阿姨，阮这是安怎？有要紧无？恁这个身体真虚，佮营养不良，感冒已经变做肺炎啊！啊，肺炎哦！对，即马马上带医，恁爸爸妈妈来。我无爸爸妈妈。那安尼，恁总是有亲戚朋友才对啊！今去找大人来斗相共，爱赶紧办断医的手续、扎身份证，还阁有1万块的保证金。1万块？要不我无安尼啊多钱呢。所以我才叫你去找大人来斗相共啊！安尼我敢会当先交3000块，互阮这先断医？安尼袂用的啦，阮病院有病院的规定。护士阿姨，护士阿姨，我求你啦，你救阮这！你唔通安尼，我还有代志爱无用。我拜托你，你救阮这！你若想要叫恁姐姐，就要找大人来斗相共，肺炎是袂用的拖的。我即马去替恁姐姐摕药啊，爱会记哦，紧找大人来斗相共，吼。护士阿姨。博山，是你哦！你莫哭，偷偷啊讲吼。妈，你先问伊人伫对？问伊伫倒，还阁新人。哦，你即个人伫倒位，紧甲阿妈讲。哦，无我叫柯千哥哥甲你写起来。好。你写起来。博山，你偷偷讲。倒一间病院？几号病房？好。徐大夫，请到503号病房。妈，你这边呢？底下啦。阿妈。博山。阿妈。博山，阿妈甲你为叔叔来啊，你放心，吼。不要紧。博山啊，阿妈甲新兰姐姐有寡话要讲，叔叔先带你外口行行。来。新兰，戆囡仔，你哪会走遮济工？你知阿嬷足烦恼，你知无？阿嬷，阿嬷对你实在真歹势。我甲恁两位叔叔已经尽心尽力去做啊。总讲一句，阮这间厝敢若甲恁水土袂合。心兰，逃避是袂当解决问题，生活嘛毋是你所想的遐尼简单。有一天，你若是倒落去，博山伊就失去倚靠；也是博山倒落去，你会去拖累着。人生无常的变化，是你无法度通掌握的，你知影无？心兰，就算讲恁真辛苦，家己活落去，这种牺牲自己的方法，阿嬷不忍心阁继续看，因为恁是真优秀的囡仔，若是安尼，会去害着恁的将来。恁妈妈嘛无愿意看到恁安尼，是毋是？阿嬷，我
我知影你讲的拢对，我嘛没有办法反驳你。我嘛知影你拢是为着阮好，也毋过，你要叫我放手，我真是足痛苦。我唔知影我应该安怎做。博山，伊甲你的亲情永远都存在，无论伊去到倒位，只要你的心内有伊，伊永远都是你的弟弟啊，对无？心啊，你爱较勇敢，爱较坚强一点。你看恁妈妈甲恁好一个这么好的名，一个叫兰花，一个叫柏树。你知影无？兰花甲柏树，不管天气安怎变化，伊拢经得起考验呢。听阿嬷的苦劝，好无？暂时的分开是希望的开始。博山若有真好的教育环境，你嘛会当规心去好好读册，考大学。将来你若是搁见面的时阵，安尼敢是真好啊！答应我，好无？好。阿妈，你是我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。你是我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放。你咧看福尔摩斯哦？哎，这集讲啥物？你甲我讲好不好？阿妈是不是说服你？我不爱去日本，啊，讲什么美国尼泊尔？问题我就是不爱甲你混鬼，我不啊！我嘛无想要安尼，也毋过我无法度。你看，我连我家己拢无法度照顾好，我是要安怎照顾你？我真是足惊的。我是安怎会去互因说服？还是因为我连我家己拢无法度说服我家己？假使我拥有你，也毋过我袂应该爱你，安尼我敢毋是就对不起你？我不但对不起你，
我更较对不起爸爸妈妈。与其拥有你，更不应该爱你。安尼我不如找一个会用伊足爱你、足爱你的人去爱你。你讲对无？什么人的爱对我拢无意义，我嘛无需要。假使讲，因会用互你足好足好的生活，互你受上好的教育，以后你都会用个成才。若是安尼，不管在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我拢会活了足欢喜足欢喜。你听我讲，你相信我，答应我，从今嘛开始，咱两个人都要认真的活着，一直到有一天，你大汉了，你想这，你就用个回来找我，好不好？到时阵，咱两个人都一起重建咱的家园，好不好？你答应我，答应我，好不好？答应我。博山，来，这是我车的，送给你。我唔知影你要去日本的什么所在，我相信迄边一定比台湾搁较寒。你把这扎伫身躯边，好不？谢谢。不客气。博山，这条围巾吼，我感觉你吼。还是检查一下较好啦，因为这咱的破车哦，顶完反正有脱针脱线啦，或者是花纹无水啊。陈志坚，你足无聊呢，什么时阵还搁在安尼讲生笑？怎么样？你走啦！怎么样？走啦！怎么样？拍袂掉，拍袂掉，嘿！哎呀，走啦！哇，机油车哎！志坚哥，这你是要送我的笑？嗯。紧的哦。紧收起来哦，要是无确定后，确定我就后悔啊啦！志坚哥，你免插伊，先收起来。嗯。哇！我要先甲你讲对不起，因为我自作主张，甲恁的贝壳摕走啊，然后。可能是老天爷暂时甲恁放袂记啊，也毋过恁袂甲彼此放袂记。将来有一天，恁搁见面的时阵，咱做伙甲这贝壳串成美丽的项链，好不好？好浪漫的约定哦。博山，千万爱记的。一定要倒转来，知影无？我知影，我就抓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伊，一直到搁甲真正见面时。我嘛是，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代志，你永远爱记，你还有一个姐姐。你叫做李博山，你的厝伫遮。你是我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是我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。
看，这是阿嬷画的哦。阿嬷甲我讲，咱两个就敢若是去互大海放袂记的贝壳。要毋过总有一天时间若到，咱一定会当互串成一条美丽的项链。时间差不多哦。来。不是。再见，魔神。我的心肝敢若有乌一块瓦，也毋过，嘛种下一亩田，一亩希望的田。以后我袂搁哭，我要将我的目屎拢摕去灌溉这亩田，然后等待，搁再等待。咱是要来接啥？你敢袂用甲我讲，我应该你斗注意啊。名字，阿姨，好久不见，我就想你耶。
名字。你是我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。从前的梦，一世人袂当将你。阿姨，咱是要来照相，你敢袂用甲我讲，我应该你斗注意啊。阿姨，好久不见，我叫秀丽耶。名字？真是的哦，快麻烦你亲自来照我。恁老爸吼，好不容易才答应要互你来阮兜大一站嘛，我若无好好来款待，我是要安怎来交代啦？哦，李新兰，哇，你那变甲变高中的时阵还佫较老。啊，对不起哦，你不要介意，我跑去台北足多年的，咱足久无见面，我差点说认袂出来呢。不要紧啦，你也是老样子。什么老样子？人阮明子吼是愈来愈水哦。啊，你行李咧？哦，全部拢嘛托运啊。大小姐就有大小姐的班啦，够巧啦。啊，你搁踩遮创啊？去摕行李啊！行，咱来去。开较慢的啦，人客伫咧车顶，你是无看到是？哦，我知影。哎，新兰同学，你是来足够的呢，你还要开车呢。亲像我，啥物话拢袂晓，害我袂当使阮爸爸的本事。会晓开车的吼，迄叫劳碌命啦。啊，袂晓开车，迄毋则是好命。啊，当有司机就好啊。要唔过阿姨啊，我毕业了后吼，就要去美国留学呢。你嘛知影，美国遐大，可是我若袂晓驶车，就敢若无生卡共款，倒位拢无法度去呢。那还不简单？叫恁翁开就好啊。名字，你大学还未毕业呢，你已经结婚了？无啦。是像讲大学还未毕业就袂使结婚呢？只要双方家长同意，还未毕业就先结婚，然后2个出国留学，互相照顾，安尼毋是真好？嘛对啦，我有足侪学长，因拢嘛安尼。新兰啦，这阵仔名字住伫咱兜，你是爱提供情报哦。提供情报？我是要提供什么情报？新兰同学，考试这一届，我若是有成功吼，我答应你，我结婚的时阵一定请你做我的伴娘。什么伴娘？伊哦，开车就差不多啊啦。阿姨，恁2个人讨论这么久，敢讲恁拢唔免问新人的意见哟？那这有啥物通好问的？你找我做主就好啊，因为新人就是客气。再相逢，想要再相逢，怀念着迄段心痛的恋情。咱真心对待，不应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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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托个。讲，予你知，阮对你深深的爱，所有的阻碍，所有的阻碍，挡袂着夜夜梦甜蜜的恋情。咱重新。再来，搁一摆。
摆搁一摆。